小五，招呼好客人，我去买些东西，很快回来。好。我不来找你，你也不来找我吗？凤瑶已经见过我了，以她的性格，不可能不会告诉你。我们走走。好。这么久没见了，你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你和凤瑶还好吗？不好。她心心念念想着你可以活过来，然后把我还给你。如今，她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。都已经1年了，你们还没培养出感情吗？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那你就去告诉他呀，他很早便喜歡你了，只要你肯往前邁一步，他一定會接受的。那麼你呢？我，萬家貴，你不會到現在還在想着我？要不要給你立塊貞節牌坊啊？那我來問你，這1年，你有多少時刻是想着我的？開始每天都想，漸漸的會在一起走過的地方想，再後來，就是鳳瑤提到的時候想。那麼現在你見到我了，你作何感想？我不知道。那我來告訴你，你什麼感想都沒有，像我見到你一樣。莫西，你別打斷我，先聽我說完。萬家貴，從前我是真的喜歡你，但當我知道我們不能在一起的時候，我便慢慢的從這段感情中抽離出來了。畢竟人生苦短，我們還要經歷生老病死、愛別離，哪有那麼多時間沉淪在感情的痛苦中呢？那時我的身邊有了陳文德，他給了我你從未給過的寬容與包容，我才知道什麼叫珍惜眼前人。所以並不是你移情別戀了，而是我先放棄的。原來如此。你怎麼好像一點都不驚訝？我也是人啊，你說的這些感受我一樣也有，只不過聽你今天親口說出來，我心裡的石頭也就放下了。我相信鳳瑤也是一樣。他是個傻子，如果你跟他說不通，我親自去和他說。如今陳文德死了，你有什麼打算？他是個好人，我不能讓他不明不白的蒙冤，我要為他平反。鳳瑤都跟我說了，可是那太危險了。放心吧，現在的莫喜早不是當初的莫喜了，沒有十足的把握，我不會出手的。那就好，有任何需要，我隨時都在。關鍵時刻，命也可以給你。謝謝你，但是你的命，還是要留着好好照顧鳳瑤，不能輕易給出去，明白嗎？明白。見到你很開心，你和鳳瑤，永遠都是我的親人。對，永遠都是親人。
回来了。你4季的衣物我都帮你准备了一些，也让侍女们都记下了。你这个人穿着随意，冷了热了也都不知道，这点不好要改。你胃不太好，早上起床要喝一杯蜂蜜，平时都是我在准备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已经跟侍女说好了。 我将蜂蜜放到最显眼的位置，这样你一起床就能看见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个奏折，平时都是你写完奏折，我检查一遍再帮你抄录。你有时候写的急了，字就潦草，还是要多练练字，不然圣上看到了之后会不高興的。哦，還有呢。 一身雪，而你卻恰好有春風一碰，惹得那你看，我這也不會，那也不會，要是沒有你可怎麼辦呀？沒辦法，只好一直把你這麼留着了。你沒見過莫西？見了。 那他說你把我養成了廢人，他不要，原我退還給你。我在跟你說正經的。我說的是正經的。風瑤，1年過去了，莫西不是以前的莫西了，我也不是從前的我了。時間改變了我們很多。 那我怎麼對得起莫西？那是你的想法。你知道莫西怎麼想的嗎？或許他什麼想法也沒有，因為他唯一的念頭是要給陳文德平反。晚上父親母親會過來。那我去準備準備。扶搖。 萬事不要勉強，遵從自己的內心。我們日子還長。紅豆墨正歲月香，餘生無恙。來，姐姐。事情進展如何？我已拿到書房按櫃密碼。 我婚禮那日，如你所料，婚禮那日，聖上和中侯爺都回來，我只能幫你到這兒了。明日一早，我便要去漠北做監軍了。小心啊！路遠，保重。真可。你們這樣的感情真好。 難道你沒有朋友嗎？有啊，我就是他好朋友，是不是？原來是只貓啊！走吧。
可則看見一個黑衣蒙面的男人。不走，走這邊。走。你也在被人追吧？你答应我件事儿，要不然我现在就喊出声。你到底是谁？ 这些都是乌朗乌县朝廷的官员，收受贿赂、买卖官位、结党营私的书信账册。这是钟玉琪煽动株洲叛乱、暗地招兵买马的证据。这样一来，钟玉琪和吴老蓄意谋反就铁证如山了。可如此重要的证据，是谁故意留给我的呢？ 传习，代代相傳，瓜瓞綿綿。過馬鞍，此後珠聯璧合，家宅永安。相爺，您這位兒媳真是沉魚落雁，閉月羞花呀！ 和小郎君真是天作之合呀！恭喜恭喜！相爺，令郎真是好福氣呀！是啊，群祥濟集，二族交歡，靜姿新音，妙偶天成。行禮。一拜。起。二拜。 起三拜，兴礼成。恭喜啊！圣上驾到！圣上，陛下说要来，果然没有食言。相爺免禮。陛下驾到，是我吴门的无上榮耀。吾向家中有喜，特意前來討一杯喜酒。
請。免礼平身吧。谢陛下。还不把仙人请上来，正好封赏。是。仙人，太郎君，来，陛下叫你呢，快过去吧。去。启禀陛下，我乃北朔军王将陈文德之妻，今日幸睹龙颜，特为王夫鸣冤，并揭露明德侯钟玉琪与相爷吴朗的谋逆大罪，还望圣上明鉴。你是陈文德之妻？你要揭发明德侯和吴相，可有证据？谋害忠臣，勾结刺史，作乱天下，企图谋私。钟玉琪、吴朗，白纸黑字，你们作何狡辩？冤枉啊！陛下，臣冤枉啊！侯爷，真的要动手了？陛下已经在懷疑我了。與其坐以待斃，不如先下手為強。不知侯爺打算何時動手？就在你兒婚宴當天，我會讓他出宮參加婚宴。此次事關大家的生死榮辱，你應該知道怎麼做吧？來人，把鐘玉琪、吳朗帶下去，待查明真相，聽候發落。照顾好君儿，照顧好君兒，快走！看着娘走，看着娘走！我聽着，拿下皇帝者黃金萬兩，加官進爵。殺了皇帝，侍衛一個也不要留！上！
陛下小心！大胆钟玉琪，你是先帝托孤之臣，又是朕的亲舅舅，位阶人臣，富贵顶天，为何還貪心不足，行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？自古以來，天下能人居之。鍾某為大晉國操持20載，功勞蓋世有目共睹。我兄有定國安邦之策，得能則披九州四海。這個皇位本來就該是我做。既然今天事已至此，你也休要怪我無情。爾等聽令，在！活捉皇帝者，不但賞金萬兩，加官進爵，更賜棉絲鐵券。上！住手！万家貴來得正好，幫我除掉這個昏君，我封你萬戶侯。我萬家貴忠心耿耿，豈能與你這亂臣賊子同流合污？拿下！是。別動！別動！走！走！快點！走！臣救驾來遲，請陛下恕罪。都起來吧。謝陛下。多虧這位義士捨身護駕，否則朕早已遭遇不測。這位義士，敢問你姓甚名誰？臣陈文德，拜见陛下。你是陈文德将军，你還活着？啟奏陛下，臣沒死，臣被誣為反賊，一直暗中搜尋鍾玉琪、吳朗謀逆犯上的罪證，以還自己清白。陳將軍真乃我大晉國之忠臣良將。朕之前受奸人蒙蔽，險些錯失棟梁。朕欲封你為護國將軍，伴朕左右，你可願意？臣謝主隆恩，但懇請陛下恩准臣能夠隱姓埋名，歸隱山林。卿如此忠勇，朕甚是不捨。但若你去意已決，朕也就不多勉強了。謝陛下。
赤门下佞臣钟玉琪、吴朗二犯结党营私，拥兵自纣，殘害忠良，意图謀反，罪不可赦，故钟玉琪削爵，长留崖州，永不召回。家属男子年16岁以上者随配，年幼者皆配没掖庭。等等，别怕，有娘在。快，快点，快走。吴朗即没家财，斩首示众，家属皆长留海州。唯吴银虽助纣为虐，因以弃暗投明，故功过相抵，不予追究。于漠北就地戍边，吴赵不得返回。安平3年12月，皇帝昭告天下，为陈文德及北朔军正名平反。同月，吴朗被斩闹市。钟玉琪在发配途中遭孙氏家族死士刺杀身亡。随着钟玉琪和吴朗势力的落幕，大金国正式结束了几十年来的动荡不安，迎来了真正的太平盛世。救！救！住手！陈文德，你要是再逃跑，我就立刻修复。谁的相思太浓？你跑什么？我又不是夜叉魔母。弹成了风。山边的云满天。你什么时候知道是我的？自家的夫君还能不認的嗎？偶然心動，連着心痛，長夜要燈火照明。我舉起杯，獻愛為祭。不過你是怎麼活下來的？情濃意濃，你濃我濃，共赴風雨濃。桃花一場，雪花一場。既然活着，為什麼不來見我？你不是有吳朗謀反的證據嗎？又何要我如此辛苦？大好青春兩鬢霜雪陪你枯榮。偶然心動，連着心痛，長夜要燈火照明。我舉起杯，獻愛為祭，相思刻骨有你不疼。情濃意濃，你濃我濃，共赴風雨濃。桃花一場，雪花一場，牽手細雨冬。誰人聰明，我們痴情。這1年多，我一直在搜尋證據。蒼天有眼，還有你的相助，
冤屈終於得以平反。莫西，我雖然活着，但我的臉卻毀了。你以為你是什麼絕世美男嗎？醜就醜了，自家娘子怕什麼？大好青春兩鬢霜雪陪你枯榮，大好青春兩鬢霜雪陪你枯榮。既然活着，为什么不來見我？你以為我只愛美男子嗎？說論起美貌，萬家貴比你好看太多了。没想到，莫喜跟陈文德真的终成眷屬了。緣分二字最是難說。既然莫喜認定了他，我們也該放心了。從莫喜和陳文德身上，我也學到了一點。及時憐取眼前人。走吧。姐姐，这个给你。為什麼？以前你也請我吃過羊肉，就在那兒。你心情好吧，郎君？你還記得呀？當然啦，因為你說過，我娘就去找了事做。現在我們家是開羊肉店的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姐姐，這些年怎麼沒有看見你呀？因為我不住在這裡呀。那你這次是來探親還是訪友呢？既是探親，也是訪友。那我就不打擾你了。這個羊肉你趁熱吃，涼了就不好吃了。謝謝。
我的故事到這就告一段落了。至於未來怎麼樣，我也還不清楚。但可以確定的是，這條路上不再是我一個人，而是多了一個同行者。希望看過我故事的你們也要知道，未來的某一天，一定会有那麼一個人，駕着七彩祥雲來見你。红喜，逛累了没有？逛累了，咱们就回去了吧。嗯，逛完了，走吧。走。我拿着。回去了。来，走喽。我命由我，累累落落，山高海阔，何以而我？就算歲月總是蹉跎，愛會開出花朵。相濡以沫，也有疑惑，半生寥落，悲喜交錯，哪怕跋山涉水經過，關於你的傳說，在雪地裡紅妝素裹。聽天理裡的一個我，心中燒着千把火，歷經劫難恩怨太多，只有此刻不會隕落。孤單寂寞的一個我，心事更與何人說？大地已回到頭，就我夢裡有人攜手小酌。我命由我，累累落落，山高海闊，何以而我？就算歲月總是蹉跎，愛會開出花朵。相濡以沫，也有疑惑，半生寥落，悲喜交錯，哪怕跋山涉水經過，關於你的傳說，在雪地裡紅妝素裹。